大家好，國際貨幣基金會 IMF 咧就啱啱發表咗2026年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咁當中咧就包含咗世界各國嘅 GDP 經濟體量嘅排名預測嘅。咁結果咧有樣嘢可能會令唔少印度人失望，因為 IMF 預測咧印度經濟今年嘅總量世界排名咧有可能跌翻去世界第六。咁輸俾第五嘅英國添。咁大家要知道咧，印度其實早喺2022年嘅時候嘅 GDP 已經係超越咗英國。如果今年印度真係輸俾英國嘅話，顯然呢就係對印度近年習慣以 GDP 評價強國嘅論述邏輯咧，造成好大嘅諷刺。喺講到呢度，一定要回顧下歷史嘅。可能大家仲記得啱啱一年之前咧 ，IMF 係喺2025年嘅4月尾5月初咧，就係發布咗2025年嘅世界經濟展望。咁當時咧就係預測2025年嘅世界各國 GDP 排名嘅。預測係印度咧會以微弱嘅優勢咧喺25年咧係超越日本，升至到全球第4大經濟體嘅。咁當時咧，印度嘅主要媒體紛紛大肆報導呢個預測。印度最大銷量嘅英文報章《Times of India》頭條就報導，標題叫做《偉大嘅成就：印度超越日本，成為第4大經濟體，2028年將成為第3》。咁至於印度最大銷量嘅財經報紙《Economic Times》咧，個標題就係話印度已經晉身世界第4大經濟體，超越日本嘅。印度總理莫迪喺上年5月底喺古吉拉特邦咧，用印地語演講。佢話：2014年5月，我第一次宣誓就任總理嘅時候，當時印度經濟嘅排名係全球第11位。我仲記得到2022年，印度從世界第6經濟體升到第5嘅時候，全國上下嗰股興奮之情，尤其係年輕人。因為我哋超越咗曾經統治我哋250年嘅英國，現在我哋可以講，我哋印度已經係全球第4大經濟體，我哋現在擁有4萬億美元嘅經濟體，超越日本，我哋所有印度人都應該感到自豪嘅。不過 IMF 其實喺上年10月嘅時候已經發布咗修正預測，咁由於咧印度盧布貶值啦，同埋數據更正咧。當時咧就係已經調整咗印度喺2025年嘅世界經濟排名維持第5，仲喺日本之後。而印度統計當局咧，直至到今年2月，終於承認要修改嗰個數據預值。結果咧就顯示印度經濟規模喺25年咧，其實係比先前預測要少3.3%，總量咧係略低於4萬億美元。印度喺25年同日本嘅差距仲有大概3000億美元。經濟學人今年3月咧就特登就呢方面嘅問題咧就發表咗篇評論文章嘅，標題就係話印度不論係第4大經濟體、第5大經濟體，其實都冇所謂啦。文章講印度政府咧特別喜歡咧就各式各樣嘅紀錄嘅，咁例如佢哋嘅電子部長咧會發表印度取得24小時內收到最多 AI 責任承諾嘅數目世界第一紀錄。地方官員咧又話自己創下咗不到1小時種植最多樹苗嘅世界紀錄。印度官員咧似乎係好滿足喺排行榜上，只要佔到1個席位就 OK。每隔一段時間咧，印度政府就會誇耀印度係全世界第7大服務業出口國。哇，真係好了不起喎，第7喎。經濟學人認為咧，其實世界第4呢個經濟位置咧，就唔係有太大嘅供應嘅含金量。試問超越一個經濟長期停滯嘅日本，到底有咩值得高興呢？文章又認為印度嘅媒體十分好戰，好希望咧印度人咧只係將美國同埋中國視為對手，但係數據就好殘酷嘅。印度嘅經濟規模只有中國嘅1/5，美國嘅1/3，將德國、日本同印度加埋起嚟，亦只係得中國2/3。印度嘅普通老百姓或者唔係好熟悉一大堆數字，但印度人都唔係傻，好明顯佢哋知道印度同超級大國嘅美國同中國根本就唔係同一個量級嘅。文章又講到上年印度官員不斷宣揚印度 GDP 已經成為全世界第4大，超越日本，只係落後美國。
中國同埋日本。咁一個部長更加豪言壯語話，27年呢，印度就會成為世界第3大經濟體。呢種勝利主義呢，就係確實嚟得太早嘅。事實上呢，印度喺2025年呢，仲係排緊第5，唔係第4。當然啦，呢篇文章撰寫嘅時候就冇諗到2026年嘅印度經濟排名呢，已經被 IMF 嘅預測調低到第6添。咁究竟咩原因係導致到印度嘅經濟世界排名掉頭不斷下跌呢？我歸納咗主要有2個短期原因先嘅。第一就係印度嘅銀紙持續貶值，而GDP 國際嘅排名往往 nominal 即係名義咧係以美元計價。咁由於佢嘅貨幣貶值，自然嗰個排名就相對江河日下。印度其實係一個長年貿易赤字嘅國家，咁由於製造業咧根本就冇強盛過，結果出口貨值咧往往少於進口。國家經濟增長主要嚟自服務業，咁例如技術外包服務啦，同埋印度出國打工做外勞賺取外匯，再匯錢翻去本國僑匯咧，產生嘅僑匯去支撐。咁但係基本上印度盧布嘅匯價長年係持續慢慢係一個下降軌，逐步貶值嘅。經濟學人今年4月發表咗一篇文章，就係話暴跌嘅盧布可能成為莫迪最頭痛嘅問題。咁本來咧，美國上年針對印度一度大加關稅啦，以及印度本土市場疲弱等因素咧，印度盧布匯價經已大幅貶值，上年全年係貶值咗5%嘅。今年中東戰爭以嚟，造成印度能源危機，結果早已偏弱嘅盧布咧，仲要去追逐買入貴價嘅石油咧同天然氣，盧布匯價自然進一步貶值。結果咧，今年1至3月累計咧已經再跌4%。文章講到印度民眾其實對盧布嘅匯價咧係極度敏感嘅，原因係1991年嘅時候，印度出現咗國際收支危機，印度當時要抵押黃金2度大幅貶值盧布，造成咗民族嘅創傷。咁至今咧，依然咧令到印度人將盧布嘅匯價貶值咧視為國家恥辱啦、國際地位衰落嘅象徵。莫迪當年成功上台，就係利用當年2013年盧布大跌，猛烈抨擊當時嘅執政黨國大黨嘅。如今咧，印度嘅反對黨咧就同樣以盧布匯價貶值嚟炮轟莫迪。可算係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第二點，除咗銀紙貶值之外咧，就係印度計算嘅 GDP 經濟總量長期存在一個結構性高估嘅問題。美國相當有公信力嘅經濟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咧，我留意到佢今年3月就發表咗一份研究報告咧，作者係前印度嘅首席經濟顧問嚟嘅。報告指出，印度喺過去20年嘅 GDP 咧，可能係被累積高估咗22%，而主因係印度將好多大企業嘅數據咧，去假設成為小生意有同樣嘅表現。咁簡單嚟講啦，中小企嘅增長數據咧係用咗大企業嘅數據去評估，中小企業根本係冇辦法同大企業處喺一個同等嘅比較量度方案上邊嘅。咁例如2015年印度一度廢鈔啦。之後咧又推出 GST 消費稅啦，碰上咗2020年嘅疫情，中小企咧係飽受創傷。咁相對嚟講咧，大型公司咧就冇咁有嚴重嘅問題。如果你用大公司嘅表現去量度小企業，自然就會計錯數啦。另外咧就係用錯嘅一把尺去量度。咁因為要計算經濟增長嘅時候，必須先要扣減物價上漲嘅因素。咁但係印度政府過去用數值較低嘅批發物價指數去扣減，而唔係用民眾實際感受數值較高嘅零售物價指數去扣減。咁結果咧就係印度經濟增長率自然高估咗好多。咁最終2個因素疊加起嚟，而且又一錯足20年。結果咧報告就質疑印度 GDP 累積吹大咗22%。咁大家要注意啦，印度今年咧雖然係修正咗25年嘅 GDP， 但係個幅度唔算大，所以我懷疑咧，而家印度 GDP 條數咧只係某程度上瘦身，仲有唔少水分係未減晒嘅。咁講完咗短期嘅成因咧，可能我都要談論下啲深層次嘅問題。
有一篇書評係講得幾好，就係外交事務有一篇書評，佢介紹一本書，嗰本書叫《A Sixth of Humanity》，即係1/6人類。簡單嚟講，即係印度啦，因為印度大概佔咗全人類1/6嘅人口嘅。嗰本書嘅核心內容係咩呢？係針對入印度嘅民主制度。佢認為印度嘅民主制度固然對印度嚟講呢係一劑良藥，但都係一個詛咒。本書係由印度一位政治知名學者同埋一位前政府首席顧問合著嘅，入邊有好豐富嘅數據。佢最後嘅結論就係話，印度經濟可以描述為長期鄉村化、工業化停滯、服務業早熟。佢指出，印度咧就冇走到二戰後多數成功發展嘅發達國家嘅案例。咁例如好似日本啦、南韓、中國嘅路徑，嗰啲國家係先投資農業，提高農民收入，同時咧就係發展勞動密集嘅製造業，最終咧先轉向高技能嘅服務業嘅。印度就忽視農業，輕視低技術嘅製造業，企圖直接靠高技能嘅服務業成長去發展國家。結果呢場賭注咧並未成功，反而咧係將印度鎖定咗喺低生產力、低收入嘅狀態。咁作者認為，印度民主過分早熟，1950年建國後就全面普選啦。一方面咧，經濟發展需要激進改革，例如真正嘅土地改革，根本係冇可能實行。咁結果咧就窒礙咗工業現代化同埋農業現代化。另一方面，民主政體催谷呢個新生國家，背負咗各個階層訴求嘅補貼，國內嘅保護主義又盛行，最終令印度一直無法累積足夠嘅初期資本去發展基建啦、承擔基礎教育同埋基礎醫療呢類咁嘅主要公共產品同服務嘅。結果令到印度變成一個令人持續失望嘅國度。一句話就係冇辦法將民主嘅成就轉化成為創造就業、持續改善民生嘅經濟模式嘅。最後咧，我都要講下我個人少少嘅意見咧。毫無疑問，印度係一個偉大嘅文明，好多印度人咧都十分友善、十分有智慧。但我認為而家嘅執政黨印人黨同埋總理莫迪咧，佢經常透過煽動民族主義、不斷吹噓、自我麻痹呢啲手段咧，去推進自己營造一個印度發展得好急速嘅假象咧，我個人就十分之不敢恭維嘅。好啦，今期暫時講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見。